嗨，大家好，歡迎嚟到綠茶館，我係 Sandy。今日影片會繼續解釋《阿彌陀經》嘅流通分，而流通分呢，分為勸嘆同埋勸願兩個部分。首先，我就會解釋乜嘢係勸嘆。勸嘆就係話俾大家聽，除咗釋迦牟尼佛之外，仲有十方世界所有諸佛都會讚嘆阿彌陀佛，而經中分別舉出東西南北上下六方嘅佛。舍利弗，如我今者讚嘆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阿彌陀佛嘅功德可分為兩層嘅意義。首先就係五大功能，第一就係橫超三界，一般修行難行道，要依照四聖諦、37道品逐層斷煩惱，就好似竹竿一節一節咁破，先至能夠豎出三界。念佛法門就唔需要逐層去突破，而係從側面直接超越，所以就稱為橫超三界。第二就係橫具四土，極樂世界同時具備梵成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同埋實報莊嚴土同埋常寂光土。佢唔同一般修行係需要一層一層往上升，例如聲聞道得三果仍然係三界，而往生嘅時候就會先到五淨居天，而四果嘅阿羅漢就係方便有餘土。但係念佛往生極樂就係四土全虛，唔需要遷移變換。第三就係持名念佛，唔需要修種種觀行，就好似不淨觀、數息觀同埋四念處等等。好多人觀不成就可以藉住念佛迅速三昧，呢個正係淨土法門嘅殊勝。而第四就係只需要7日專念就即可以往生，無需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或者多生多劫累積功德。如果能夠達到一心不亂，就能夠見法性出三界，直接去到實報莊嚴土。而第五，只念一尊阿彌陀佛，即得到無量諸佛嘅護持同埋加被。念一佛就等於念無量佛，佢嘅功德係不可思議。至於第二層嘅意義，就係念佛嘅時候，只要心同阿彌陀佛嘅願力相應，就能夠具足佛嘅福德莊嚴。喺《觀無量壽經》裏面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意思就係以此心念佛，即能與佛同德。呢個呢，就係同密教嘅本尊法相似。行者即係修行嘅人，如果同佛相應嘅話，佢就能夠同佢嘅功德相通。例如有人修文殊、彌勒或者觀音法而成就，所謂成就就係心同佛合一。因此雖然仍然係凡夫，但係因為相應嘅關係，佛嘅功德就能夠喺自己身上顯現。念一句阿彌陀佛嘅時候，阿彌陀佛無量嘅福德同埋智慧就能夠融入自己個心。呢個並唔係稀奇嘅事，喺華嚴經裏面早已經指出，無一眾生不具如來智慧德相。眾生本來就係圓滿，只係因為妄想執着而冇辦法證得。因此只要透過念佛同埋佛心相應，就能夠喚醒本具嘅佛性，同阿彌陀佛嘅大願同功德相連。呢個正係淨土法門最不可思議嘅地方。以下嘅經文就係描述六方諸佛同聲讚嘆。喺文字裏面睇到詳述描述咗阿彌陀經裏面六方諸佛共同長出廣長舌相讚嘆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嘅宏大場面。為咗令到大家能夠容易理解呢一份跨越時空嘅集體讚頌，我哋將佢精華濃縮，從六方佛號嘅象徵、廣長舌相嘅真義，以及諸佛勸導往生嘅心意，從3個層次去解釋。
首先就係六方諸佛嘅集體見證。喺佛陀宣講阿彌陀經嘅時候，佢並非只係一個人喺度讚歎，而係整個宇宙甚至十方世界嘅諸佛都喺度同步共鳴。經文裏面分別列舉東南西北上下六個方位嘅代表佛號。首先就係東方，以阿閦鞞佛意為不動無動為首嘅五尊佛為代表；南方就以日月燈佛、大焰肩佛等等嘅五尊佛；而西方世界就因為有阿彌陀佛所在地，列舉咗無量壽、無量相、無量藏等等嘅七尊佛。而其中無量壽即係阿彌陀佛嘅本名，而大光大明就係象徵佢嘅無量光明。而北方就有焰肩佛、最勝音佛等等嘅五尊佛，下方就有獅子佛、達摩佛等等嘅六尊，上方就有梵音佛、娑羅樹王佛十尊佛。雖然每一方佢都係列舉幾尊佛名，但係呢個只係代表，而佛陀佢強調每一方都有好似恆河沙數咁多無量無數嘅諸佛。恆河沙極為細微，一條數千公里嘅恆河，佢嘅沙石根本冇辦法計算。呢個就象徵住喺無盡嘅虛空裏面，到處都係佛，眾生無論身處喺邊一度，其實都處於諸佛慈悲嘅懷抱裏面。跟住就係講廣長舌相同埋誠實言。呢個無量無數嘅諸佛喺各自嘅國土裏面都會出現廣長舌相。廣長舌相係佛陀32相之一，源於生生世世唔會講妄語，唔會講綺語，言行一致嘅清淨口業。喺凡夫境界，如果能夠三世唔講妄語，佢嘅舌頭都能夠覆蓋面部。但係佛嘅圓滿報身境界，遍覆3000大千世界，並非指物理體積嘅覆蓋，而係指佛法嘅音聲同埋威德嘅普及。當諸佛現呢一個相嘅時候，係向住佢嘅國土嘅眾生講誠實言。呢個意味住阿彌陀經所描述嘅極樂世界同埋持名念佛嘅法門，絕非虛構嘅預言，而係宇宙間最誠實嘅真理。諸佛以佢無盡嘅信譽擔保，呢個係一部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只要眾生願意相信，並且稱讚呢個不可思議嘅功德，就能夠得到所有佛嘅護佑同埋念慈。最後就係講往生極樂世界嘅深層意涵。點解十方諸佛甚至連藥師佛都喺度勸導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呢個並非因為其他佛國唔好，而係阿彌陀佛嘅願力最為特殊，能夠接引廣大凡夫。有人或者會擔心，如果所有世界嘅眾生都湧向極樂世界，會唔會造成人口膨脹呢？呢一種擔心源於凡夫嘅時空嘅執着。喺佛嘅境界裏面，實相係無相，而且唔佔空間嘅。正如經中所講，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極細微嘅毫無末端或者微塵裏面，都能夠容納無邊佛土。往生極樂世界本質上係福德同埋心境嘅轉化。當眾生解脫到時空嘅束縛，就能夠同諸佛同處於實相之中，彼此嘅福德交相輝映，互不障礙。以下呢，就係諸佛所護念。舍利弗，於語意云何？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一段
說明咗《阿彌陀經》之所以又名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嘅原因。凡係善男子善女人，無論出家或者在家，只要聽聞、讀誦或者受持呢一部經，甚至只係聽到經中所提及嘅諸佛名號，都能夠得到十方諸佛嘅護念。聽意思係聽到其他人講解或者誦念。受持即係包含持續讀誦同埋依教奉行，只要咁樣做，就會受到諸佛嘅護持。經中提到六方諸佛，其實代表十方世界無量無數嘅佛，以慈心加被眾生。護就係保護、扶持之念，念係心心念念不忘。護念就好似母親掛念孩子一樣，無時無刻都喺度關心守護眾生。只要接觸到阿彌陀佛嘅佛號或者呢一部經，就已經被諸佛視於真愛嘅孩子咁守護。因此我哋其實非常幸福，即使世間冇人關心，只要念佛誦經，就有十方諸佛護念，唔單止安心無憂，更加能夠確保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成就無上菩提而不退轉。以下經文，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呢兩句係將上面做一個結語。呢一部經咁好，你哋一定要相信我釋迦牟尼佛所講嘅話，亦都要相信六方諸佛所講嘅嘢。好啦，跟住呢就係解釋勸願。喺正宗分所講嘅部分，目的都係要我哋生起信心，相信有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嘅依正莊嚴。所謂依就係國土嘅環境，正就係國土裏面嘅佛菩薩同埋聖種。進入流通分之後，首先勸嘆係讚嘆阿彌陀佛願力所成嘅西方極樂世界係幾咁殊勝，因為希望大家都能夠往生，所以跟住落嚟就要勸大家發願，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個即係流通分嘅第二部分，勸願。修行淨土法門最重要嘅就係信願行。聽完上面所講嘅之後，一定要生起信心，有咗信心就要發願，發願往生極樂世界。而家我哋亦都喺度修行，但係修行亦都要持續咁發願。發願唔係發一次，而係要時時發願，念念再發願，而且仲要念念彌陀同埋往生極樂世界。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呢一段強調信同埋願嘅重要性。佛講，只要善男子善女人已經發願，正在發願，又或者準備發願往生阿彌陀佛嘅極樂世界，無論咩人，只要發起呢一個願，都能夠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不退之心。菩提可分為菩提心同埋菩提果。菩提心指嘅係發願成佛，發大慈悲心，願度一切眾生，就好似四弘誓願。第一願，眾生無邊誓願度，呢個菩提心嘅起點，但係尚未證得不退轉。要到達不退，需要過三不退嘅歷程。三不退裏面，位不退就係唔再退回六道輪迴，尤其唔再墮落三惡道。行不退就係修行不退入小乘，而能夠持續向無生法忍前進。念不退
即係代表永不退失無上菩提嘅果位，屬於果地上嘅不退，從位不退、行不退到念不退，係由因到果嘅完整成佛之道。經裏面所講，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實係涵蓋住三種不退。雖然對凡夫嚟講，要達到果位不退，其實一啲都唔容易，但係淨土法門嘅殊勝之處，就係在於只要發願往生，無論曾經發、正在發、未來發嘅人，都能夠往生淨土，並且自然成就不退轉。阿彌陀佛48願裏面強調，只要發願即可往生，比起一定要念一心不亂更為寬廣。但係並唔表示可以懈怠，能夠念佛行善仍然需要努力。經裏面講，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極樂世界嘅人皆因發願所成。因此佛最後勸勉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信同埋願係往生嘅根本。跟住就係解釋稀有難信之法。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稀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呢一段經文嘅重點係在於說明咗唔單止十方諸佛讚歎阿彌陀佛嘅極樂世界同埋淨土法門，連釋迦牟尼佛喺娑婆世界弘揚呢一個法門嘅時候，亦都同樣受到所有諸佛嘅讚歎。原因就係淨土法門睇嚟好簡單，但係佢非常之唔容易令到眾生生起真正嘅信心，尤其是係自亦有修行、心高氣傲嘅人，最容易起疑心。喺法華經裏面講，呢一種人為增上慢，佢哋唔能夠理解自己冇心修就能夠像佛願力往生極樂，似乎違背因果。但係淨土法門並冇違背因果，只係先解脫再受報。雖然依然受報，但係已經冇痛苦，因為內心已經解脫。佛法講，罪由心造，苦由心受，心一轉，苦就消失。人生嘅苦、老苦、病苦、無奈退化，其實係心中嘅不甘願所造成。如果能夠以輕鬆嘅心情去面對，就好似老和尚所講，廢物利用，化腐朽為神奇。心一轉變，苦就唔再係苦，病痛依然存在，但係唔執着身體，將病交俾醫生，將命交俾佛菩薩，內心就能夠安然無苦。雖然淨土法門簡單，但係佢唔容易被接受。釋迦牟尼佛仍然喺五濁惡世裏面不厭其煩咁反覆稱讚勸導，呢一份慈悲令到十方諸佛讚歎不已。娑婆世界又名堪忍，意思就係指眾生以苦為樂，明明人生充滿生老病死等等嘅百苦，但係依然執着輪迴，唔肯離開，甚至希望生生世世都喺埋一齊。呢個就係堪忍之苦。娑婆世界被稱為五濁惡世，佢嘅惡係指低劣不正。五濁即係有第一劫濁，住喺呢一個時代嘅眾生好多都係做惡業，好似殺盜淫妄酒十惡五逆，因此呢一個劫係混濁嘅時期。第二就係見濁，知見顛倒，五利使即係身見、邊見、見取、戒禁見、邪見盛行。
常見同埋斷見充斥，即使學佛，亦都時時用世俗嘅觀念去判斷是非。跟住就係煩惱族，貪嗔癡慢疑，呢五鈍使心重，好難斷除。如果冇戒定慧或者念佛法門，好難從中超脫。第四就係眾生族，六道眾生以業力而嚟，心性污染，各有煩惱同埋自我中心，真正清淨嘅人唔多，除咗佛菩薩示現。而最後就係命族，生命由五蘊色受想行識構成，本質不淨，因此生命本身就係族。但係如果能夠修行，照見五蘊皆空，能夠轉命族為命淨。釋迦牟尼佛喺五濁世中成佛，並且宣講難信之法、淨土法門，尤其係清明往生呢一種簡單而且直接解脫嘅大法，佢唔怕眾生唔相信唔理解，仍然千百次，仍然說法多次去介紹阿彌陀佛。從大乘經典嚟睇，除咗淨土三經之外，提到阿彌陀佛嘅經典高達270多部，可以見佛對淨土嘅重視。因此十方諸佛讚歎釋迦牟尼佛嘅原因，係在於佢喺最難度化嘅世界同埋難信受嘅時代，宣講最難相信又最殊勝、最能夠普度眾生嘅淨土法門。總結嚟講，呢一段強調三層意義，十方諸佛讚佛讚法，共同肯定淨土法門嘅真實簡易同埋超勝。而釋迦牟尼佛難能可貴，係在於佢肯喺呢個五濁惡世宣講清明往生呢一個解脫大道。娑婆世界嘅眾生好多時候都係痛苦，但係難相信，因為佢個心顛倒，見顛倒。但係只要願意信受念佛，仍然能夠得到解脫。跟住係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釋迦牟尼佛喺呢度作出結論，佢之所以能夠喺五濁惡世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係因為佢長時間喺呢一個世間宣說讚歎阿彌陀佛嘅淨土法門。呢一個法門雖然難信，但係佛仍然必須為一切眾生去廣說。正因為難信而顯得佢嘅殊勝。喺中國念阿彌陀佛已經成為普遍嘅風氣，無論係佛教徒，甚至係一般民眾都會一齊討論。有人會睇到法師甚至會講阿彌陀佛嚟啦，顯示咗阿彌陀佛信仰已經深植華人文化，家家彌陀，戶戶觀音，成為自然生活嘅言語。原本難信嘅淨土法門喺華人世界就成為最容易接受、最普及嘅法門。呢個就係眾生共同嘅福報。最後就係佛說此經義，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呢一段阿彌陀經嘅結語，如果同開頭序分相比，序分裏面提到大阿羅漢同大菩薩，喺呢個時候呢，佢冇再講，係因為呢一啲菩薩同埋阿羅漢係護法而嚟，佢哋真實身份係菩薩，只係現聲聞上出現喺法會裏面，因此唔會再重複提名。而經嘅主要聽眾係世間嘅比丘同埋天人阿修羅等等嘅眾生。天包括欲界嘅6天，色界嘅18天同埋無色界嘅4天。人就係除咗比丘之外，佢亦都涵蓋住在家嘅男女眾。阿修羅嘅就喺呢度作為護法善神參與呢個法會。當佛說法圓滿之後，所有嘅聽眾都會
歡喜順受，作禮而去，表示理解、相信同埋願意依教奉行。佛亦都勉勵後世嘅我哋，如同法會大眾一樣，聽聞佛法後要發心受持，實際修行，並且進一步護持同埋弘揚佛法，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歡喜順受。呢一段文字強調，修淨土嘅人並唔係否定禪修，亦都唔係排斥佛法嘅理論，而佛法中有教、理、行、果、淨土法門。雖然好多時候都強調往生極樂先至能夠徹底證悟，但係並唔排斥禪宗嘅悟理，而念佛法門本身亦都能夠開悟。因此，禪同埋淨土並非對立，而係相通互補。釋迦牟尼佛之所以講84000法門，係為咗適應唔同根器嘅眾生，所有法門嘅目標都係成佛。因此，唔應該以宗派立場互相批評，可以讚嘆自己所修嘅法門殊勝，但係唔能夠去貶低其他修行嘅方式。更加唔可以講其他法門會落地獄，呢啲係毀謗佛法，反而可能會令到你招感惡報。每一個法門佢都係佛所講，應該要互相尊重，唔可以生起分別心。希望你哋鍾意我今日嘅影片啦，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下次再見，拜拜。有佛法有辦法。